你们最近有没有刷到五羊跟鹊桥的雪糕大战？我们从小吃到大的雪糕竟然换名字了。一开始我还不信，直到我看到一个叫做雪糕的老于广东厂老员工发的视频，才发现他真的把名字换成了月心意。而我们吃了10几年的香芋甜筒跟飞鱼脆皮，都是来自广州冷冻食品公司，就是包装红条上写的这个广东厂。现在 logo 换成了月心意，但还好，那么好吃的产品还在。今天就来画一个香芋甜筒配色的眼妆，来致敬一下广东人童年纪念雪糕的重新出发。前段时间辣妹节当时眼妆不是很火吗？今天浅试一下，爷爷的主色调用这个香芋雪糕的紫色，现在搞一个假眼窝，等一下会上遮瑕，所以对比度高点没关系，结妆效果会更加明显。睁眼确定一下遮瑕位置，用刷子的弧度定好边缘，然后散下晕，用散粉定下妆，正面香芋色丰富一下层次，然后用巧克力的棕色画一个吊坠眼线，最后碎状 cos 一下它上面满满的花生碎，香芋味氛围感妆容不住拿捏了。这个配色也太夏天了吧？你们有没有很搭？香芋花生巧克力再加上脆脆外壳，不愧是你，谁还不是从小吃到大呢？还有他家的飞鱼脆皮，简直是小时候的快乐。虽然和五羊已经结束合作了，但是味道还是以前的味道。记得以前夏天上晚自习都会和闺蜜一起冲到小卖部买一个，再一起回家。这个香芋味甜筒放在今天也是妥妥的网红爆款。都係細個嘅味道，你哋快啲買翻嚟試下。